继续来到彰化，一个饮料店的头家为国外网站买外来种的狗虾甲狗虾王，伫个网络顶开直播来贩卖。一只狗虾王的成本是2500，伊卖3200。但是这种外来种的狗虾会破坏国内的生态，检警接到检举去抓人，依照食物防疫检疫法甲起诉，相当会当抓起来关3年。我们一样0元起标，0元起标。 网络直播卖是活狗虾，目前最高是张大1500，佫真正有人伫竞标，非常的小只，你看这个 size。这狗虾是为淘宝、澳洲的狗虾网站买来外来种，安尼卖已经违反。蚂蚁呢，鉴定的结果确实都是具有危害性哈。譬如说，有的蚂蚁的这个蚁种哈，比如说略针蚁属呢，它会咬人，而且具有毒性。那巨山蚁属的蚂蚁，它是木材的害虫，它会吃木头。检警抓人，直播主是一间饮料店的头家，伊上网络用2500块买岐山狗虾的狗虾母，转手卖3200块，赚700块，已经卖30几只。只要有一只蚁后，它就会生很多的卵，然后那个卵很快又会变成新的公蚁，它就变成一窝蚂蚁。 狗虾母真高生团，体型嘛比公虾搁较大只，上大会使大10倍，会使到2公分。造出外来种的狗虾会破坏国内环境生态。中华地检署依照食物防疫检疫法起诉饮料店的头家，相当将面临3年以下的徒刑。